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11章，拿马人所发引约伯讲：你讲甲遮济，减毋免甲你应；话讲济，减就有理。你伫乌白顶，人减着互你；你伫甲人踢笑，减无人甲你责备。你讲，我的道理正确，我伫你的眼中清白。总是愿上帝讲话，开喙反驳你。愿意只是你智慧的奥秘，因为智慧有几若款作用，就知上帝无算你拢总的罪过。你敢会当明白上帝的奥秘？你敢会当彻底了解全能者？伊的智慧比天较悬，你会当做甚物？比阴间较深，你会当知甚物？伊的智慧比地较长，比海较阔。伊经过的时，甲你掠起来；伊开庭审判，啥人会当甲伊阻挡？因为伊知啥人是虚假，伊看到邪恶，减会看做无要紧。也如出世，若会乖顺，愚戆的人嘛会有智慧。你若专心仰望上帝，举起手对伊祈祷；你若放杀你的罪过，无容允邪恶住伫厝内，迄时你就会当毋免见笑，好当面对世界。苦痛、你话拢袂记得，亲像水流过拢消失。你的一生会比日中昼较光明，暗暝变做亲像早起时。你会安稳，因为有盼望；你会得到保护，通安心歇困。你倒地袂受吓惊，阁有真侪人来求你帮赞。总是歹人的目睭会失明，因无路通逃走，因的盼望不过是最后一口气。